位聽眾大家好，我係 Linda 林太，好多謝大家繼續收聽創業新思維，美滿人生路，創業享自由。每部車為咗不時之需，都準備咗第5個輪胎，就係後備胎。聰明嘅你有冇為家人準備不時之需嘅永續收入後備胎去保障你嘅家人呢？每個家庭經濟風險總係難以預計。如果好不幸照顧家庭嘅你出咗事，其實唔係需要發生意外，只係有一日照顧家庭嘅你被老闆開除咗，失去工作，失去收入，全家嘅經濟重心就會馬上失去平衡，全家人將會陷入捱窮捱苦。聰明嘅你喺順境中一定要諗諗危機喺邊度，同時應該知道未雨綢繆，趁自己仲有體力同埋業餘或空餘嘅時間，盡快為自己同埋家人創造一份永續收入，馬上就開始創業啦。你同家人就能夠徹底脫離貧窮，擺脫捱苦，實現富足人生，永不缺錢嘅夢想。而家由林師傅主持美滿人生路，創業享自由。各位聽眾大家好，我係林師傅啦，好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工作或創業你的選擇呢個節目。我哋如果一生人都只係為別人去工作，而無論我哋付出幾多嘅努力，都能計算得出我哋一生人只係能夠可以賺到幾多嘅錢。我哋現在既然係有時間有健康，為了我哋自己嘅將來，為了我哋嘅家人，我哋現在是否係應該去選擇繼續工作或積極去揾機會去創業呢個改變呢？現今全球化係非常嚴重同埋惡化嘅問題，就係造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呢種問題，嚴重至無法收拾同埋無法去改變嘅悲哀嘅後果啦。因此，想要脫貧就一定要創業，想要成功就一定唔能夠放棄創業，只有堅持先能夠夢想成真嘅。好多謝大家今個星期繼續收聽創業新思維美滿人生路創業享自由嘅空中講座。今日嘅創業享自由空中講座嘅主題係人點解唔敢去創業呢？而每一個人創業前犯咗乜嘢錯，造成咗佢哋唔敢去創業？林師傅。各位聽眾大家好啊，我係林師傅啊。我今日嘅創業享自由空中講座嘅主題係每一個人啊，點解唔敢去創業？因為佢哋所犯嘅錯就係等所謂嘅機會啦。即使係能夠等到所謂嘅機會，到時候人嘅心態都已經等到無能為力啦。因為人嘅心態已經等到都完全死咗啦，因此唔敢再去創業，最終亦就會成為一位貧窮嘅人啦。更因為人已經成為貧窮嘅人啦，所以貧窮嘅人更唔敢再去創業啦。林師傅，一般嘅普通人點解唔敢去創業啊？一般普通嘅人啊，都係有積極性嘅，但係普通嘅人總係有恐懼感嘅。正因為普通人從來冇嘗試過自主過同埋把握過自己嘅命運，亦從來冇商業營運嘅經驗，就好似一個人從來冇用過電腦嘅人一樣，恐怕一用力就把鍵盤整壞啦，或者一上網就會遇到病毒，所以就唔敢學習或使用電腦去。林師傅，想去創業嘅人就應該先做啲乜嘢事呢？其實啊，電腦並唔係咁可怕嘅，但係對於恐懼同埋恐怕電腦嘅人嚟講，最重要嘅就係唔好諗太多啦，先將電腦插上電源，開機就能夠開始嘗試運作電腦嘅。相等於想要創業嘅人嚟講，乜嘢都唔使怕嘅，乜嘢都唔好多想，上咗車啦先再講啦。林師傅，一般人想去創業前，一般就會犯咗咩錯誤嘅問題？做任何嘢之前啊，都係先需要認識基本嘅條件，
而呢啲基本嘅條件成熟，往往係耗時同埋佢花好多嘅精力嘅，拖延好漫長嘅時間嘅。有時候仲未等到條件成熟，周邊嘅環境已經變化咗噶啦，最終基本嘅條件仲未達到嘅時候，新嘅問題又出咗嚟啦。結果一般人就係堅持唔住，最終將創業嘅慾望就不了了之啦。林師傅，一般人想去創業前犯最多乜嘢思維嘅錯？一般普通嘅人創業之前所犯思維嘅錯誤就係一生人都在等待，等所謂嘅機會，等所謂嘅條件成熟，最終等到頭髮都白咗啦。即使係能夠等到條件成熟嘅時候，到時候人嘅心態都有可能無能為力啦，因為已等到有心無力啦，心都死咗啦。想要創業，如果唔係等所謂嘅機會，就應該點樣開始去行動？林師傅，世間上嘅機會唔係等出嚟嘅，機會係創造出嚟嘅。唔創造就永遠都係冇機會。上咗車先再講啦。邊做邊揾機會，一邊做一邊創造條件，一邊做一邊修正方向，所以邊做邊完善計劃。林師傅，如果想盡快改變平凡嘅自己，就應該點樣開始去行動呢？想盡快改變平凡嘅自己，就唔要驚同埋怕去創業啦。只要商機嘅大方向係啱嘅，又或者最初睇上嚟嗰種投資係冇乜可能成功嘅事情，最終自己只要積極努力堅持唔放棄，最終就係有機會有望有好嘅創業結果噶啦。響創業前係咪應該用賭博嘅心態去看待創業噶？林師傅，創業就係一場賭博嚟嘅，每一個人要做所謂大事啦，就係叫做創業啦。就我講賭一下啦，其實人嘅一生就係一場賭博，賭博就係一種心態，因為從賭博之中就能夠睇出一個人嘅性格，睇出一個人面對直接利害嘅得失，更能夠睇出一個人判斷同埋選擇嘅智慧能力啦。如果唔嘗試一次創業，難道自己一世人就係一個窮人嚟嘅啦？因此普通人一世最少應該賭一次就係自己嘅命運啦。林師傅，你有冇一啲實例或者係故事同我哋分享，令我哋應該增添一啲正面嘅態度去面對創業啊？我有一個成功嘅實例同大家分享。響美國有一個已成功成為一位富足嘅人，佢個名叫做阿彪啊。阿彪成功係從買賣房地產嘅開始嘅，佢就決定要去買一個房地產作為投資嘅時候，佢知道不學無術當中嘅道理，因此佢首先就係買咗一個385蚊嘅房地產培訓課程去學習房地產嘅知識。佢再花咗6個月嘅時間去見識同埋物色所有能夠購買嘅房地產，而呢個時候佢嘅朋友正在係響海邊玩衝浪啦，或者打高爾夫球啦，或者係飲緊酒。6個月之後，佢嘅膽識行動令到佢終於找到一個合適嘅房地產目標啦。佢首先買咗一個385蚊美金嘅一個課程去學房地產嘅知識，佢又花咗6個月嘅時間去物色所有能夠購買嘅房屋之後，佢嘅膽識行動使到佢終於揾到一個乜嘢合適嘅房地產目標呢？林師傅，佢終於用咗18萬美金去揾到佢第一個房地產目標，而呢個房地產目標只係用咗1/10嘅預付頭款，合共係18000蚊嘅美金，而呢個頭款係完全係同人哋借嚟嘅，所以事實上1分錢佢都冇投入過去呢個房地產目標。林師傅，當佢嘗到甜頭啦，同人哋借咗頭款18000蚊嘅美金之後，接住佢仲有冇繼續去行動呢？當阿彪嘗試到呢個甜頭之後，佢又去借咗2個18000蚊嘅美金頭款，咁樣做法，佢就買咗3間同一樣價錢嘅房地產投資啦。林師傅，當佢買咗3間屋之後，最終係負債累累，最後係點樣嘅結果啊？
過咗1年之後啦，佢嘅投資房地產就增值咗啦，每一間屋就賣咗23萬，3間屋加起上嚟呢，佢就賺咗15萬嘅美金啦。阿彪就利用呢啲所賺翻嚟嘅利潤，就去買咗好幾間嘅房地產。咁樣聽上嚟好似有啲神話，我哋姑且唔好問佢真真假假都好啦，至少呢種方法，呢種膽識係可以成功致富嘅借鏡嘅。林師傅，佢嘅成功係唔係必定付出好多嘅代價？阿彪嘅成功致富所付出嘅代價，就係正係一般普通人係唔願意放棄嘅，包括休息同埋娛樂嘅時間。當朋友正在遊山玩水，自己就得要坐喺張書台上面學習；當親朋好友正在享盡天倫之樂嘅時候，佢自己就要喺城中尋找機會，喺每一個角落尋找咁合適嘅房地產目標。所以阿彪嘅成功故事係證明，知識係能改變命運嘅，見識係能夠實現夢想嘅，膽識係創造傳奇嘅。所以機會唔係等待嘅，機會係要創造嘅。任何事情成功之前，係都要先付出一定嘅代價嘅。當成為富人之後啦，自己就可以唔需要再工作，同時能夠做自己喜歡做嘅事情。所以你想係要成功嘅話，自己就必須要付出比別人更多嘅積極，更多嘅努力，你就必定係會能夠成功嘅。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今日嘅節目分享，我係阿林達師傅。創業幫助跨代致富，思維決定明天脫貧，創業新思維一定幫助你創業興家，夢想成真。你的事業，你的人生，你的選擇。